如果你問我，其實而家嘅人由2025年開始，好需要乜嘢一個特質咧？其實我覺得 open mind 係一個我哋而家必須有嘅一個思想特質嚟。咁咩叫 open mind 咧？其實好多人覺得啊，人講乜信乜啊，好容易相信人，係咪代表 open mind？其實唔係嘅。真真正正 open mind 嘅定義就係話，我哋會好相信成功唔係得一個方法，或者做所有嘢，其實我哋背後有好多嘅可能性喺度。去成功嘅途徑未必係而家唯一成功嘅路徑。我哋其實可以好多選擇，或者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做到同一個效果。你會發現其實由疫情以嚟啦，即係對上嗰4-5年嘅時間咧，尤其是對做生意人咧，如果冇 open mind 呢個特質咧，好多企業其實已經唔存在或者消失咗，因為佢哋覺得以往成功嘅方法係唯一嘅方法。而你會發覺呢幾年嘅人係依然生存到，或者佢個生意越做越好，更加多樣化，或者有更新，或者有啲好革命性嘅產品推出嚟，就係因為佢個思維夠開放，去容許自己有更加多嘅可能性或者一個彈性出現。咁所以基本上一個人亦夠 open mind， 其實同佢嘅彈性係相關。未來嗰幾年，其實如果我哋真係會越嚟個時代變得越嚟越快，OK， 越嚟越多變遷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嘅思維究竟夠唔夠開放咧？定係我哋依然係好固定嘅思維，覺得以前嗰條路係唯一一條路咧？呢個就會相對上會好影響一個人未來嘅品質同埋生活。